歡迎收睇 ATV 焦點。今日嘅話題係：人們，我是愛你們的，你們可要警惕哦。香港正係上演荒誕嘅一幕，嗰啲自稱反對洗腦嘅人，卻因為唔能夠容忍人哋有一個同佢哋唔相同嘅大腦，而使用語言暴力，甚至訴諸形體。一群經常對政府政策不滿嘅人士，今回卻向政府求助，目的只係要封殺佢哋唔願意聽到嘅聲音。呢一幕雖然荒誕，卻唔奇怪。2152年前，西漢大儒董仲舒向漢武帝呈上一封奏對，要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呢個係冇思想自由嘅主張，亦都漸漸形成咗中國人唔能夠容許人哋有思想自由嘅傾向。喺日常生活中，為些微小事初則口角，繼而動武嘅事，我哋睇得唔少。喺大是大非面前，我哋就更容不得異端啦。於是講你唔服，就希望打到你服。喺6·7暴動期間，香港更有暴徒只係為咗令自己耳根清淨，就殘忍咁將電台節目主持人林彬活活燒死。而家政府總部外，為反對國民教育而絕食嘅人同埋佢哋嘅支持者，將自己嘅主張視為全社會唯一嘅選擇，而且絲毫唔能夠妥協，更唔能夠受到挑戰，哪怕呢個挑戰只係口頭㗎。咁難道係一個民主社會所應該有嘅咩？若任由意見辯論升級到暴力，我哋仲能夠避免林彬嘅悲劇唔會重演咩？我哋願借用一位記者寫起納粹稿架上嘅名言嚟提醒而家仲係沉默嘅善良人們，我哋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呢種悲劇嘅犧牲者。呢句話就係：人們，我係愛你哋㗎，你哋可以警惕啊！我唔同意你嘅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嘅權利。能唔能夠容忍唔同嘅意見存在，係能唔能夠有效咁實施民主制度嘅試金石。係一個有我講冇你講嘅社會，係唔可能真正實行民主制度㗎。乜嘢時候我哋都將我唔同意你嘅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嘅權利呢句話融入自己嘅血液中，成為一種自覺，我哋先至算完全具備咗享受民主嘅資格。當然，國民嘅民主素養唔係一兩日就能夠培育成功㗎。但我哋必須朝呢一個方向一步一步咁前進，而唔係後退。正因為咁，喺學校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更顯得更為必要。我哋所有嘅人都必須補上呢一課。